香港島西選區範圍喺香港島西部，包括中西區嘅中上環、西環等，仲有南區，包括香港仔、薄扶林等，以及離島區。香港島西嘅人口大概有712700人，而登記選民人數就有342689人。而家睇下1至5號候選人嘅政綱。1號楊哲安，自由黨。大家好，我係楊哲安，代表自由黨參加港島西地區直選。我係喺呢個選區唯一有政商同埋地區經驗嘅候選人。我相信從政唔單止要敢言，提出嘅建議一定要務實可行，市民先至可以受惠嘅。相信我多角度嘅經驗，為政府建言獻策，可以更全面幫香港衝出重圍，燃點中產希望，開創發展新機。請大家支持我，自由黨楊哲安。2號陳家珮，新民黨。大家好，我係新民黨嘅陳家珮，我係一位港大碩士嘅畢業生，過去15年一直同葉劉淑儀用心服務香港市民。而喺第7屆嘅議會當中，我亦都積極參與咗26個法案委員會嘅立法工作，關注唔同嘅民生議題，專業務實、理性議政，務求令到香港可以提升競爭力。懇請大家將你信任嘅一票交俾我，新民黨陳家珮，讓我哋香港嘅未來加倍幸福。多謝你。3號黃秋平，冇申報政治聯繫。大家好，我係黃秋平，東涌嘅女兒，見證家鄉從鄉村漁港變為國際門戶。我係見證者，亦都係建設者。作為鄉事委員會主席，我每日都喺度築橋，築實體嘅橋，亦都築人心嘅橋，連結新舊，共享成果。我參選立法會就係要將呢一份由下而上嘅經驗帶進議會，推動為民發展，優化交通民生。請支持我，一齊為下一代築夢前行。4號陳學鋒，民建聯。大家好，我係立法會港島西候選人民建聯嘅陳學鋒，服務地區已經超過25年。支持陳學鋒就係支持一個貼地可靠嘅團隊。民建聯港島西團隊總共有23個辦事處，分別喺中西區、南區同埋離島。我哋仲有16個區議員全程投入為大家服務。我哋真正揾得到、用心做、為民生辦實事。12月7號，請大家支持民建聯嘅陳學鋒，齊建好家園。5號郭偉強，工聯會。我有3屆立法會經驗，親歷議會由亂及治，決心為香港追落後打拼，保就業先至能夠促經濟。由我提出打擊黑工，設立凍結外勞機制，得到議會共識，推動東涌機場城市發展，增加居屋、綠置居嘅供應，支援青年上流，監督港島南西段線如期通車，愈強愈強，香港要更強。請支持我，郭偉強。